大家好，我係二 C 班楊元毅。近期 DeepSeek 發展人工智能模型得到前所未有嘅突破，但係有其他國家擔心自身國家安全受到威脅，同埋新興科技對經濟穩定發展有不同嘅影響。呢一類公司引起14屆全國人大會議嘅關注同埋討論。DeepSeek 深度求索其實係一間中國 AI 嘅創新公司。新推出嘅 AI 以驚人嘅低成本實現與 OpenAI 等巨頭相近嘅功能，不單挑戰美國喺 AI 領域嘅主導地位，亦標示着全球 AI 競爭可能會面臨重大改變。DeepSeek 公司開放共享推動咗人工智能技術喺全球普遍應用，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。通過 DeepSeek 呢一類公司嘅興起，可以睇到中國喺科技發展上堅持同埋創新、開放共享、增進人民福祉嘅目標，就係正確嘅選擇同埋發展方向。人大發言人表示，中國通過 DeepSeek 可以睇到中國響科技發展上嘅創新同埋包容性。無可否認，人工智能嘅技術發展係伴隨住一系列難以預知嘅風險同埋挑戰性，包括安全、社會治理、道德倫理等方面帶來眾多新課題。例如常見嘅網絡詐騙都有運用到 AI 做不法嘅事情。人大發言人表示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人工智能技術嘅發展同埋風險防範。中國會注重保護數據私隱同埋安全。中國已經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，推動補償科技差距，避免科技創新成為有錢人嘅遊戲。一些發展中國家認為，人工智能規則制定不能僅由少數發達國家說了算，應增強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話語權，推動構建公平公正的人工智能國際治理體系。不少國家表示，期待同中方加強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交流合作。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地一同合作，繼續推動人工智能嘅發展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，為各國人民謀福而努力。今日 CSJ Campus TV 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次再見。